欢迎收看中嘉新闻周报，我是吴佩珊。位在中都市场口有家营业一甲子的素食面馆，滋味独特，口味众多。炸酱面、当归汤、卤味一餐点下来，不仅铜板价有涨，吃起来与荤食口味没有差别，每天都吸引不少老饕或上班族慕名前往。经营到第3代的老板说，要把阿嬷留下来的美味继续传承下去。中午的时间还没到，中都市场的这一家素食面店就已经排起人龙，大家都是为了这一碗香味独特、吃起来令人口齿留香的炸酱面。只见店员煮面的手没有停过，煮好就赶紧端上桌。不只是面，还有香味四溢的当归汤，还有橱柜内口味众多的素食卤味，这些都是来吃的民众必点的套餐。饭鸡、米做糕、当归汤都好吃。我食足久啊，米菜肉粿啊，拢有食，伊的面好食。很好吃啊，从小吃到大，就点当归面，不然就是干面。素食面店不仅香味独特，口味众多，点餐的 CP 值更是超高，吃起来跟荤食口味的根本没有差别，甚至好吃到有过之而无不及。味美价廉，每天都吸引了不少老饕上门。价格真的很划算，很便宜。对，以现在的物价来讲，它真的是很佛心的价格，适合大众的口味，所以每个人都会来吃。这附近还有甚至更远的都有过来。位在中都市场口这家营业40年的素食面店，经营已经到了第3代。除了将老旧的店面翻新之外，更要把阿嬷的美味留下来，继续努力的传承下去。阿嬷那一代开始做的，快40年了。也是舅舅他们要退休了，所以我们就把它接下来做，因为开很久了，收掉可惜。也要让在地的人继续可以吃素食，就推广素食这个样子。干面啊、面线糊啊、羹啊、当归汤都很好吃。小菜的话就是多一些炸的啊，然后卤味，多一些多样化的选择，让客人去做选择。素食面店经常高朋满座，在这个物价飞涨的时代，难得还有这样子的平价美食。民众来到中都，不妨来这里饱餐一顿，享受一下平民美食的小确幸。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为配合高雄捷运黄线工程，凤山区澄清路东侧整排路树近期陆续移除，总数达到284棵。过往路人察觉人行道上的绿荫消失，还出现大量围篱，发现捷运黄线终于动工了。以往这个时节在澄清路上百花盛开，但是最近路过的民众却发现周遭的路树不见了，取代的是施工围篱，这才惊觉到捷运黄线终于动工了。他是在做那个捷运黄线的，我们目前知道是这样，然后好像工期应该是10年吧，对，10年以上。目前整个捷运黄线如火如荼在进行，主要在我们的澄清路、凤山的澄清路的这个部分，目前都在进行这个所谓的树木移植跟人行道削减的作业哈，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捷运逐步在推进之中。那我们规划的整个这个澄清路上的路树移植我们会有移植284棵。那有一些树木，因为它本身是既有树木是中空歪斜或者是病虫害，移植之后会枯死的部分，这部分我们就把它移除掉。目前捷运黄线已经有3标发包施工，预计局部通车时间为121年，全线完工通车则要等到123年。澄清路段采半半施工，树木迁移共计284棵，进行人行道退缩及分隔岛拆除，将挪出空间作为车道使用。民众对于捷运施工期间造成的不便，也希望市府能够做得更好。交通目前其实都指挥的人员其实偏少啦，就是希望说就是再多加派一些人员，然后加上公园现在都围起来，所以公园的人其实工程车常那边出入，我们运动的地方也没有，遛狗也没有。我自己这样看，我觉得因为刚好滞洪池是有分2边，一边大一边小，那它目前为止是先实施那边大的部分，然后这边小的部分是还有算可以保留给我们做运动跟散步之类的，还蛮 OK 的啦。那树木迁移完了之后，将这个人行道做削减，空出车道之后，我们做一些所谓的交通布设，我们才可以进行整个捷运地下站体的连续壁的施作。所以在行经这个捷运的施工的路段，我们有一些交通维持，那再请我们的住户朋友进出的时候特别小心，尤其是注意这些地上的标线跟新的一些指示事项，夜间行车也要特别注意安全。
由于澄清路是通往长庚医院的重要道路，救护车往来频繁，民众也希望捷运局能够加派交通指挥人员，避免因为施工让救护车卡在车阵当中。真的要加派那个指挥交通的员警啊，或者是捷运局这边可以安排就是交通指挥的人员，因为其实这附近因为临近那个长庚医院啊，那个救护车啊，其实非常多在经过，每次都是我们已经在这边看到好几次啊。最近因为这些工程，已经看到好几次救护车塞在车阵当中，它都没有办法前行，然后希望就是捷运局可以想方设法一下，然后帮助这边附近的居民啊。捷运黄线全长22.91公里，计划设置23个站。澄清路分隔岛拆除之后，将接续施作地下车站连续壁，完成后地面铺设铁板，恢复通行，再由另一侧施工。捷运局也请民众配合工程交维，共体时间。记者潘志光高雄报道。高雄前镇观光鱼市场将于今年9月完工，但是交通配套如今却只有接驳专车一项，嫌少的停车位规划让人忧心，成为第2个鼓山鱼市场。如果不尽快想出配套，花费81亿台币新建的观光鱼市场，最终将沦为蚊子馆。我们已经看到鼓山鱼市场开幕了3次的这个状态，前阵的观光鱼市场花了81亿，包括周遭的所有的建设。结果呢，这个鱼市场如果还要再失败，那不论是中央或地方都有很大的责任啊。鼓山鱼市场重启3次，已成为高雄无法抹灭的历史。而预计今年9月完工的前镇观光鱼市场也被放大检视。对于有限的车位问题，议员也提出将轻轨延伸至鱼市场的构想。更急的应该是我们怎么样做前镇渔港的观光鱼市场的延伸站的这一块。原先在评估送这个案子的时候，它大概要花多少钱才能够完成这条线？那我就用平面轻轨来讲，那这个大概是3.67公里，是，然后分有3个站，那将近70亿，70亿。那当然70亿。对，还会有一些住户的拆迁。前镇鱼市场规划将具备欧盟水准的渔业卸货规范，并且计划引入人流，带动港湾经济发展。但目前仅规划接驳车从前镇高中捷运站往返鱼市场，未有其余大众运输方式可到达，且与周围景点距离遥远，恐将成为又一座蚊子馆。试想一下，目前对于这个观光鱼市场已经快要开幕了，但是交通上面却是只有接驳车这个选项呢，我认为非常的不可思议。那高雄市政府呢，对于交通上面事实上是没有做好准备。那这个路线我相信呢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光的路线由中央发起耗资81亿元的前镇渔港改造工程，如今将进入完工倒计时，但却传出人流预估未达标准，捷运新建将卡关的窘境。其实按照这个审查作业要点的这个规定第7条，因为这个部分要中央负担大部分的钱，所以中央他们会很严格在审视。那这个是一本比，我们讲的一本比跟经营比都没办法达到中央的一个要求。中央自己在这个渔业署设置了一个这样大的一个建筑，高达了60几亿的一个建筑，包含附近周遭所有建设总共81亿，但是呢却不把交通做好。那这个案子送到中央去，中央又让它不过。那我想请问一下，中央就是建了一个蚊子馆在高雄市政府，高雄市的境内嘛。那将来的经营，不论是高雄市或是中央都有责任。所以呢，我认为中央跟地方应该要合作起来，让我们的这个轻轨这条路线可以延伸到观光鱼市场站，这样才能够解决掉我们将来到鱼市场观光的人口的交通问题。备受期望的前镇鱼市场是否能成为带动经济的火车头，就看中央的铁轨何时能够铺上。记者陈怡轩高雄报道。高雄市从111年开始推动 U-Bike 2.01电辅车，虽然费率比较高，但是轻踩就能加速，相当省力。再搭配 T-Pass 月票，半小时内还可以免费骑乘。不过，仍有不少民众反映，想用却借不到的情况是不时在发生。搭乘大众运输到站后，想要转移到下个地点，共享单车会是一个方便的好选择。不但相当便宜，又有一定的机动性。今年市府还持续推动添购电动辅助版本，
在街车上就常会看到这款亮橘色的车子穿插在其中。U-Bike 的电辅版本骑起来好方便，只要轻轻一踏就有20几公里的速度。但可能是因为太抢手了，所以民众表示常常会抢不到。高雄市在111年起开始推行 U-Bike 2.01电辅车，虽然费率比较高，但是只要轻轻一踩就能快速加速，骑乘在上面可以更加的舒适轻松，而且搭配 T-Pass 月票还可以免费骑半小时。只是民众反映常会有想骑但是借不到的状况。因为我平常在比较乡下的地方，就是我在冈山，对，然后我觉得很少，超少。是希望说可以再平均一点，因为旅游景点那一区的真的蛮多的啊，像一般的这种常有人经过的或者是承租的，反而比较少。高雄目前 U-Bike 2.01版本合计共有1906辆，是全国最多。只是全市的租赁站却高达1414个，遍布30多个行政区。虽然总量不少，但是分布过广，想要让民众更加有感，可能还需要重点的调度车辆，或是再持续添购。U-Bike 2.01电辅车的部分是合计有1906辆，那我们的数目是全国最多的哈，全国第一。那也普遍受到民众的欢迎。那周转率每天可以到达9人次，大概是我们一般2.0的2倍。后续市府交通局这边也持续的向中央来申请补助，来增加电辅车的部分。那目前有向中央来申请，大概提出一个增加500辆2.01的计划。受惠 T-Pass 方案，高雄市民开始转变交通模式，绿色运具的使用率也明显的提升。不过电辅车可以减去气喘吁吁的骑乘过程，该如何提升民众的借用体验，将会是下一步的规划重点。记者双军高雄报道。高雄车站是重要的转运点，目前大多数公车路线的站点仍分布在车站周围。日前就有民众发现，建国路与林森路口的公车站不仅没有遮阳避雨设施，座椅不足，甚至旅客只能坐在好心民众提供的椅子上候车，直呼真的太简陋。高雄车站是重要的转运站，目前大多数的公车路线站点仍然分布在车站周围。不过日前有民众发现，建国路和林森路口的公车站不仅没有遮阳避雨的设施，连座位也都不足，旅客只能坐在好心民众提供的椅子上等车，直呼真的是太简陋了。太简陋了，要有一个天棚，有遮阳避雨的地方，要加强。火车站人多嘛，对不对？人多这边就加椅子，加车棚。台铁高雄车站是重要的交通枢纽，民众走出车站转乘公车，不仅没有遮阳避雨的设施，就连电子看板资讯都没有，导致观光客找不到车次，频频扑空。民代也批评现有的候车环境像是停滞在上个世纪，对于候车民众实在不够友善。遮阳棚啊、雨棚啊都必须要有，而且那个走马灯也要让人家很清楚明了，因为这边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都市啊，高雄市啊，然后很多外来的，像是国外回来的啊，或是外籍的啊，他们也会在这边聚在这边啊，所以尽量用完善一点。我们从台中来看，这公车车牌实在好简陋，也远晚上，尤其晚上根本看不到这个牌子。台中市他们公车车棚都有上面都有屋顶，而且是用太阳能板这样弄起来。所以很方便。期待说未来会有高铁的进入，也期待说未来会有更多的人流来到这里嘛。但是我们的公车站整个候车环境却是非常的不好的哈。那不管是大太阳的时候没有遮阳的功能，那在下雨天的时候也没有遮雨的一个功能，那甚至连里面的椅子都还是附近的民众直接拿那个塑胶椅哈。那我甚至怀疑那个塑胶椅是不是当初旁边有一些这个摩托车的托运公司哈，他们从那里面借来的。那我觉得整个候车环境都不像一个国际大站该有的水准。反而让民众觉得说来到了高雄，那离开车站之后，第一眼看到的却是宛如上个世纪一样，那只差没有放一个槟榔摊或者是红茶冰的一个候车环境，非常的糟糕。那当然我也理解交通局的意思是说呢，周边的土地开发商他会用回捐的方式给我们一个新的美轮美奂的公车亭，但问题是等到这个开发商他整地完，然后整个大楼弄好到开幕到整个公车亭完工，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那这段时间以来，这么长的时间以来，可能将近1-2年的时间，难道你都要叫民众在大太阳的底下，在大雨的情况之下站在那边等车吗？那既然我们的人行道都已经整个重铺了，环境也整理得不错了，那公车亭当然其实就可以在这个时候先至少做一些比较简易的椅子或者是遮阳遮阴遮雨的一个设备，让民众来做使用。
交通局表示，目前那一块公车站的土地正在办理都市更新案，后续会配合公车停靠区规划设置候车亭。不过地方民众认为缓不济急，现在气候都变，至少先搭个棚子，满足大家遮阳避雨的需求，友善乘车民众。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台南的夜市真的是什么吃的、什么玩的都有，而且还相当新奇。最近武圣夜市就出现了一摊用辣椒、大蒜苗和青椒做的糖葫芦，甚至直接把海盗船搬进夜市里，搭乘一次只要60元的铜板价。记者实际去搭乘体验，感觉真的是相当刺激。台南知名的武圣夜市传出惨叫声，原来是小型的海盗船，在网络上掀起话题。有人说是真的刺激，带小孩去玩，超级担心会荡到飞出来；还有人觉得危险，甚至好奇有没有保险。记者来到现场，坐一次只要60元铜板价，也实际坐上去体验。快被甩出去了！真不是盖的，近2分钟的搭乘真的会晃到90度，超级高，直接让人头晕。好玩程度不输游乐园。到上空的时候坐不到椅子，很可怕。比剑湖山好玩。哦，真的吗？对，屁股从来没有在椅子上过。对，你会觉得你会飞出去。超过90度吗？有。安全，你觉得安全吗？它其实扣蛮紧的，有待加强。虽然好玩，不过安全不安全仍被打上问号。市场处表示，业者有申请，也有保险加定期保养，除了会固定稽查之外，也会再三确认机具牢不牢固。武圣夜市的这个海盗船设施，他们在114年的1月23号，他们是有点据相关的书件跟市场处提出申请。那这些书件里面呢，当然包括他们是不是有设立告示牌，是不是有设立这些投保这些公共安全责任险，以及出具证明的合格等等。那我们市场处也会定期或者不定期去夜市去做一个稽查，以了解他们有没有依照相关规定去处理。民众不用到游乐园，来夜市就能玩，还更便宜。镜头来看吃的，蒜苗淋上糖浆变成糖葫芦，竟然还有青椒、辣椒、小黄瓜也没缺席，让不少逛夜市的民众停下脚步，好奇询问。不仅冲击视觉，还要挑战味蕾。记者周怀腾的报道。台南市又多了一座相当有特色的公园，中西区光贤公园内竟然有车道、有圆环，还有红绿灯等各种号志，而且所有设施都是等比例缩小，成为台南市第一座交通公园。正式启用后，吸引许多家长带着小朋友前往体验，希望让孩子在游戏当中，同时也学习到正确的交通安全观念。为台南市光贤里的公园内竟然设有车道、人行道和红绿灯等号志标线，甚至有参考圆环的设计。这些以等比例缩小的交通公园，不只成为改善社区的重要指标，更是难得锁定交通安全教育的一大特色。除了让社区民众纷纷带小朋友来体验，也成为幼儿园免费户外教学最好的地点。有一些那个标志可以让小朋友寓教于乐，这样就觉得不错。小朋友来遮学一寡咱红绿灯交通规矩，溜滑梯有几啦，原来有足侪种项目会当安尼，让小朋友算。依照这个交通教育的主题，有火车，然后还有这个行人穿越的一个部分的规矩，那还有我们的这个礼让行人，以及我们的偏心转车道的一个设置，希望可以让小朋友在玩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更加了解交通的规矩规则。中央和地方合作，将闲置的公园用地斥资1300万来开辟的台南第一座交通公园，其实在今年春节期间就部分开放，后来又加码建立大型的消防车游戏塔。对此，市长黄伟哲也前来关心相关的设施和安全性，邀请大家一起来体验。我们这个交通公园兼重也非常看重这个寓教于乐，
所以有很多交通设施就是跟外面的交通设施一样，只是缩小版。交通公园完成之后，不仅是成为周边的社区大家喜欢聚会的热点，而且吸引了许多外面来或其他地方来的家长带着小孩子，一方面教导他们交通规则，一方面来玩着我们这个交通公园内的这个大型特色游具。兼顾教育和娱乐的交通公园，台南市府欢迎各级学校善用资源，透过实地体验来提升交通安全意识，并培养正确的用路观念。记者郭恩吉台南报道。全台首座结合马戏艺术与绘本精彩内容的 FOCASA 吉米马戏乐团就在台南水交社文化园区登场，而且和林怀民导演合作操刀定目剧，即日起至4月27号对外开放，预计吸引大批亲子游客，带动春季旅游热潮。20多种的马戏特技，让人看了目不转睛。这是结合作家吉米的绘本，打造全台首出马戏定目剧，还请来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来操刀担任导演。马戏这个东西是我第一次做，很多人都很惊讶，我自己也很惊讶。可是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因为日子有人有当下真有准了哈。那在所有的这些剧种里面，马戏就让大家开心，所以我就不知不觉间走进了这个奇幻的世界。这场融合马戏艺术与创意的奇幻盛宴，就在台南水交社与市府文化局合作。佛卡萨马戏团还架设了28米、7层楼高的帐篷，里面可容纳1200名观众。将带来27场全新剧场沉浸式体验。马戏棚是从吉米老师的绘本里面去把它实体化出来，所以这集马戏棚是全新去定做。我们花了超过半年的时间去绘图，去请设计师去画画，让我们去通往世界的第一站，好像是从台南出发。整个表演的风格，我觉得其实这是可看，非常非常可看的。所以在3月底的时候，从3月28开始，一直到4月27号，整整1个月的时间，欢迎大家一定来台南。马戏乐园为期1个月，更直接将绘本场景搬进现实场域，让所有人都可以身临其境，走进吉米画笔下的梦想国度，非常适合亲子家庭一起来玩。记者邱海台南报道。社团法人台南市车载寮关怀协会自民国103年成立至今，已届满11年。在理事长陈碧清的带领下，期间还承接特约服务巷弄长照站与车载寮伯公照护站，举办客家相关活动，包括戏剧、手工艺品 DIY 等，吸引不少长辈前往学习。这回是用纸黏土来呈现客家办桌文化，带您一起来看看。设在喜树社区活动中心2楼的南区车载寮关怀协会，在理事长陈碧清带领，平时排了不少长辈课程。今年在市府客委会安排，争取客家计划，要以纸黏土 DIY 方式呈现客家办桌文化。这一次因为我们有客家计划的安排哈，所以我们申请了客家计划，所以呢，我们就是以板的来呈现哈，每个人坐一桌哈，那到时候就是一个大请客哈。那我这边可以来介绍的是客家的8大名菜，哈，这边这2桌是客家的8大名菜，这个是四文，这个是四炒。文的意思就是说，聊炖的哈啊。是用炒的，就这样子炒，很快就快速炒哈。其余的呢，就是我们就是平常一般的哈，就怎么那个请客就这样子。本身是黏土老师陈碧清理事长，在台南美展6年磨练，教长辈手做 DIY。第一天利用废弃保特瓶盖与环保筷，以及客家花布，长辈很快就完成办桌用的桌子与椅子。我们做的椅子是保特瓶的盖子，哈，那它的这个椅子的那个柱子这边都是用保特瓶，用那个卫生筷子，我们用卫生筷子来做它的那个脚哈，椅子的脚啊，这样是环保的哈。大部分我们做
都会用粘土哈，有轻土啦、重土啦，还有超轻的，还是一般的粘土，这样会呈现。要看它的东西做的是属于按什么东西、什么方向的哈。我们要用各种不同的材质来做。别看这群老宝贝平均年龄超过80岁，在理事长与志工的陪伴，很快完成这21桌桌椅。未来将呈现客家8大名菜，有4文与4炒，要让长辈发挥创意，依照自己心愿做出不同21桌菜。记者林莹跟台南报道。114年全国大专院校运动会在台南市巴克里纪念公园举行圣火引燃典礼，由教育部体育署副署长房瑞文主持典礼，展开连续3天的圣火传递行程。圣火环绕北中南10所学校，为全大运展开精彩序幕。14年全大运正式启程，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祝福本次的运动赛事顺利成功。114年全大运圣火引燃仪式，在教育部体育署副署长房瑞文、台南市体育局主秘陈崇仪、长荣大学校长李永龙等贵宾共同参与仪式。圣火自4月9日起展开3天的传递行程，为这场大专院校级的赛事揭开序幕。特别代表教育部这边要特别感谢台南市政府的，因为今年整个4月，真的是我们台南的运动月。因为紧接着4月19号，我们今年的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马上在台南市这边就要开始展开了。全中运办完之后，换我们长荣大学这边接起。紧接着我们4月27号，我们今年的大专运动会也马上就要展开。这次全中运跟全大运这样子，大概有带进了2万多个选手进台南市来。刚部长特别提到，在观光方面啊，或者是其他产业加成的部分，我相信其实台南很多市民都有这样的感觉。那有机会可以把2个活动赛会结合在一起做整合行销，其实是市长一开始就指示我们要这样做的哈。在跟学校这部分也是在器材或者相关设备的采购上有做一些整合啦，达到一个加成的效益。为承办这届全大运，长荣大学历经3年的准备与规划，成为校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李永龙校长也特别感谢董事会的支持，以及所有教职员的辛苦付出。特别感谢所有的同仁，我们大家去筹备应该超过3年哦。那这1年是非常感恩大家，因为我看到每一天无时不刻都在努力啊，也希望我们今天从巴克里公园开始因为我们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跟台南市民，就是我们有一个环教中心，那我们礼拜2到礼拜6都有开馆，欢迎大家有空来巴克里公园走一走，感受一下我们刚刚董事长说的160多年前巴克里博士来到台南，那把这个爱留在这里，我们今天要从这里点燃圣火，把爱传出去。3天的圣火传递行程将前往东海大学、台体大、清华大学、台北大学、中央大学、中原大学、成功大学、高雄大学、海军官校、屏东大学等10间学校，象征运动精神持续传递，凝聚全国学子对体育荣耀的共同期待。记者张硕维采访报道。新北教育局今年引进 AI 学习诊断分析系统，首度结合人工智慧，为每个学生量身打造个别化的学习建议。来自英歌工商资料处理科的吴怡婷同学就分享，透过全市等级的素养模拟测验，帮助他掌握落点与多元题型，进而提升解题能力。4月26、27日是今年4季2专的统测日。为了新北上千学子，新北市教育局今年引进 AI 学习诊断分析系统，结合人工智慧，为学生量身打造个别化学习建议，期盼能帮助学生精准掌握学习盲点。发布会上也特别邀请英歌工商的学生前来体验。来自英歌工商的翁瑞佑就实际操作，感受 AI 如何根据作答结果分析他的学习状况。他会给你3个选择，就是你可以选择你要数学、国文还是英文，然后可以去让你点选你比较
困难的科目，然后你点进去，它就会给你一些题目让你去做选择，它是类似选择题的，然后它结束了好像会帮你把你错的题目和对的题目来去看你是错哪一个。像我是点国文，然后它就有分文言文和白话文，然后结束的话，它会就是看我是错文言文比较多还是白话文比较多，因为国文考试基本上都是在考阅读的类型，所以假如我文言文比较吃紧，然后需要 AI 去帮忙扶正的话，那它会给我一些比较简单的题目，让我慢慢的去了解白话文的意义，然后让我比较比较好考试这样。一个工商校长严龙元表示 ，AI 学习诊断分析系统有效针对技高学生普遍较弱的国英数进行分析，有效掌握弱点与多元题型，进而提升学生们的解题能力，让他们对即将到来的统测更有信心。我们技高学校的学生在我们的国英数的共同科目通通比较弱那如果可以透过这样子的系统，就可以找出他的一些盲点跟弱点我想对于他以后的升学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特别是我们4月底就要考我们的统测了我们这边呼吁我们所有的技高的学生都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 AI 诊断系统，可以找出自己的一个弱点，期待我们这次的统测大家成绩都会非常好。新北教育局长张明文指出，新北市目前正积极推动全国首都 New Top World 世界顶尖人才技职教育政策白皮书，锁定数位转型趋势，导入 AI 诊断分析及智能学习工具等新技术，精准提升学生学习效率及应试能力。后续将持续推动跨群科 AI 教学指引、课程模组及 AI 教师社群等创新策略，让 AI 科技成为学生学习与教师教学最强大的后盾。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桃园市环保局公告114年桃园市电动机车补助计划，除了维持汰旧换新与新购电动机车的补助项目，还推出妇幼一起购、新壮骑行、青春育电、原住民乐购、复兴区居民或中低收入户等5项再加码专案，最高补助金额是36000元，也是6都最高，请桃园的朋友把握机会。为了推动净零碳排目标，桃园市环保局公告114年桃园市电动机车补助计划，除了维持汰旧换新跟新购电动机车的补助项目，还推出妇幼一起购、青壮骑行、青春育电、原民乐购、复兴区居民或中低收入户等5项再加码专案，最高补助金额为36000元，名额有限，请市民朋友把握机会。桃园市政府为了净零碳排，也在3月25号正式公告114年的桃园市电动机车补助的一个计划。那这个计划呢，除了一般性补助包含汰旧换新跟新购电动机车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5大专案的一个再加码专案包含妇幼一起购、青壮骑行、青春育电、原住民乐购以及复兴区居民或者是中低收入户等5大专案。那最高的一个补助金额来到36000元。那为6都最高。桃园市电动机车数量突破10万辆，市占率高达7.21%。针对汰换2行程机车并有换购电动机车的申请者，最高可获得15000元补助。民众新购电动机车也有4000元补助。呼吁市民尽早汰换老旧机车，选择电动机车或搭乘大众运输，以减少空气污染及碳排放。那目前呢？补助的一个申请的期限就是由今年的1月1号到明年的1月15号。那请市民朋友呢，可以洽我们的官网针对它的补助办法、补助的细节进行相关的一些了解。那桃园市呢，目前的一个电动机车来到10万余辆，那市占率为7.21%，那为6都第2。那市府透过这种种的一个补助的一个机制呢，希望能够再提升我们的电动机车的一个市占率，来达到节能减碳。今年所推出的5项加码专案，除了针对中低收入户或复兴区居民再加码补助1万元，育有0到12岁幼童的家庭还推出妇幼一起购专案，加码补助6000元。36岁到45岁的市民以青壮骑行专案加码补助4000元，18到35岁市民以青春育电专案加码补助1000，更另外新增原住民加码补助1000元。最晚申请期限到明年的1月10号，请市民朋友把握机会。记者赖伟一投影报道。
新北市为推广亲子馆服务及倡议亲职教育的重要性，每年在3到5月间办理亲子活动。4月份开始展开亲子馆运动日活动，5月10号更是将在市府举办儿童安全嘉年华，搭配闯关抽奖，邀请民众一起寻找熊果。2、1，请启动。2025新北儿童月熊果运动城将于4月4日至5月10日登场。新北市长侯友宜今天出席活动记者会，与新北爱小孩计划大使熊果一同启动熊果运动城系列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体验各项亲子运动，一起寻找熊果，共享亲子时光。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今年新北儿童月结合双北市壮运，规划4月份亲子馆运动日及5月10日的儿童安全嘉年华。活动期间，新北爱小孩计划大使熊果也化身为巨型气球装置，在新北市14处亲子馆及新北市政府1楼大厅陪伴孩子玩耍。欢迎大家到各个亲子馆共享亲子时光，让4月儿童月成为孩子们的健康快乐月。儿童月我们就想了，让孩子们如何在亲子活动里面增加很多的运动乐趣。所以我们今年的儿童月就是我们儿童的运动城市夜这是最棒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就特别派出我们的熊果出来了熊果是我们最可爱的小熊，能够长大就是平安果，平安果就是苹果，所以熊果上面戴那个不是帽子，是苹果，不要看错所以孩子们最重要是让他们快乐、健康、平安长大。新北市社会局长李美珍也邀请大家一同共襄盛举，参加活动，还有机会抽到日本双人来回机票等大奖。4月4号是儿童节，很欢乐的日子我们新北市政府特别规划了一系列的儿童月的系列活动。那我们在今天是我们的起跑的一个记者会。那我们整个活动会从4月4号到5月10号，也就是我们在15家，大家可以扫我们的 QR code， 那可以看到我们的儿童月的一个上去以后你就可以扫到我们14个那个我们熊果的位置。那看到我们熊果位置以后，透过 Line@， 那扫描之后，那你可以把它扫之后，就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那这个就可以来抽奖，抽我们来回的一个日本的一个机票。新北市社会局表示，欢迎大小朋友加入2025新北儿童月官方 Line@， 前往放置有大型熊果气球的14处亲子馆及新北市政府1楼大厅，扫描场域 QR code， 完成集点及游戏步骤后，即可参加线上抽奖。相关活动详情可上新北社会局网站或加入2025新北月官方 Line@ 查询。新北儿童月，等你一起找熊果。记者肖世宏新北采访报道。为了鼓励大家踊跃捐血，桃园知名连锁饭店推出公益活动，你送爱心，我送点心，邀请大家积极参与捐血活动。即日起至4月30号，只要持3个月内的捐血证明，就可以前往饭店内的港式餐厅免费兑换指定港点1份，鼓励民众一起捐血救人。为了实践企业社会责任，桃园知名连锁饭店业者最近推出你送爱心，我送点心公益活动，希望借此来鼓励更多人投入捐血行列，来帮助有需要的人，透过实际行动来传递爱心。就有民众捐完血后特别来聚餐，也鼓励大家一起来捐血救人。我平均大概半年就会捐1次，那觉得这是对身体很好。那刚好知道这个饭店有这个活动的时候，非常开心，就可以利用这个做爱心的活动来享受美食，我觉得非常棒。也有人第一次捐血就刚好遇上这样的爱心活动，觉得非常有意义。捐血不仅能做爱心，还可以来享受美食，也希望有更多人一起来捐血。今天是我第一次捐血，那我们今天刚好朋友揪我一起来捐血，因为我没有捐过，那我觉得这个活动也不错。那今天第一次捐完之后，大家出去之后看到有一个活动是附近的饭店有做一个促销，
那前面我们早餐吃完之后，肚子也饿了，那就顺便来这边。那我觉得借由这次的活动啊，这些企业饭店推出的捐血活动，那我觉得可以鼓励更多人去捐血。像我平常爱运动，我觉得我的血应该是蛮健康的。那我也希望大家可以多踊跃的去参加这个捐血活动。只要在活动期间内捐血250cc， 民众就能凭捐血证明获得一份价值180元的美味港点3冠王。如果捐血500cc， 还可以享受2份丰富的港点，来回馈他们对社会大众的支持与奉献。这项活动不仅是对捐血者的感谢，更是饭店对于提升社会公益意识的努力。好，那我们这次呢是希望可以就这个活动的举办，然后让号召大家一起来捐血。然后把这个帮助呢传达给这个需要帮助的人。那我们这次活动是你做爱心，我送点心。那无论是你是住在哪个县市，只要凭3个月内的这个捐血证明到我们饭店呢，就可以免费获赠我们的港点3冠王。那有我们的香煎萝卜糕，经典的虾饺皇，还有这个鲜虾苦鱼卷，那可以3选1这样子。那250cc 就可以选1样，那只要是捐500cc 的话，可以选2样的这个港点。你送爱心，我送港点捐血活动从即日起到4月30号为止。饭店业者希望透过这样的公益活动，鼓励更多民众积极参与捐血行动，让爱心不断延续，一同为社会贡献一份力量。记者赖伟一同报道。基隆一间餐酒馆推出西班牙美食月。西班牙的饮食文化多元且丰富，无论是沿海的海鲜佳肴，还是内陆的传统炖菜，每一道菜品都充满了期待与惊奇。来自马德里的混蛋火腿脆薯，安达卢西亚的酥炸 cheese 腊肠猪肉卷，还有赫雷斯的蒜炒雪莉酒菇，满桌的西班牙道地料理虏获不少老饕的味蕾。西班牙今年的 Paella Española， 所谓的西班牙海鲜饭，到 Tortilla Española， 这是我们的西班牙经典的马铃薯烘蛋。那一道一道呢，都是我们在西班牙当地旅游或者是各种情况下面必吃的美食。以西班牙系背景出身的老板郑训宇推出一系列令人难忘的西班牙风味佳肴。对，它菜色从南到北，它是一个在以欧洲来讲，它是仅次于意大利跟法国美食最闻名的国家之一。所以其实你真的说西班牙菜色的话，那也是它的食谱成千上百。那我们一样是挑选了最适合台湾人去体验，也是最经典西班牙的风味来呈现给大家。这道手工腊肠肉丸搭配酸甜微辣的番茄酱，完美重现西班牙大航海时代的饮食文化。而西班牙的海鲜饭以煮熟米的软硬程度推出了西班牙版及台湾版，它叫做Paella，或者你要讲它是Paella的海鲜的版本，叫做Paella de Marisco。Paella de Marisco 指的就是海鲜的意思，所以看到像西班牙海鲜饭，它就是以海鲜为主轴，我们去用这些海鲜料去做出海鲜的高汤，辅以少量的番红花跟其他的香料，造成这样饭的这样的效果。那就是我们去西班牙必吃的所谓的西班牙经典海鲜饭，Paella de Marisco。还有传统美味以蛋与马铃薯简单组合烘制而成的西班牙原味马铃薯蛋饼，口感绵密，令人难忘。它的马铃薯干炸过的薄片，在台湾的烘蛋里面的话是不可能会加到淀粉类的东西。这样的料理啊，它就是在西班牙俗称所谓的 tapas。那 tapas 的概念呢，就是在我们正餐之前，其实你看我们的料理都是一个比较分量稍微小一点点，然后呢，它又很适合是一个多人分享的概念。因为其实 tapas 是在于西班牙他们吃正餐，其实他们正餐大概都在8点9点之后，所以在5、6点下班前，他们4点5点下班前的时候，也会朋友会相聚，先吃一点小的开胃菜，然后让他们先有一点点的饱足感，然后完之后呢，才会再继续进往正餐的这个路程上面去。甜点吉拿棒搭配特制的微辣巧克力酱，让人意犹未尽。走过食安风暴，这家位在基隆市中心的餐酒馆推出西班牙美食，要让消费者透过味蕾探索西班牙的热情与美味。记者黄少明、蔡小军基隆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关税大刀对台湾经济造成影响。台北市长蒋万安号召基北、北桃4市针对关税议题进行会议。4市首长呼吁民众面对国际变局要团结，停止对立，共同协助企业渡过难关。台北市长蒋万安也表示，业者希望国内放下对立，赶快救经济。
严肃开场，基隆、台北、新北、桃园4市首长齐聚，要针对美国总统川普关税对台湾经济影响议题开会。会后达成多项具体共识，4市将共享产业与劳工资讯，建立4市联合就业服务平台，立即启动物价监控机制。此外，4市将合作扩大中小企业的海外拓销活动，并轮流举办美国商品展售会等行销活动。针对地方的税收，也将提供延缓或分期缴纳的弹性措施。所以，我们4市会针对不管是产业、劳工、物价等，拟定了具体的几项共识。第一个，我们会来共享产业以及劳工的资讯；第二，我们也会建立4个市。这个包括就业服务的平台。那第3个，我们也会即刻的启动我们4市的物价监控机制。另外，我们也会4市共同合作来加强我们带领中小企业的海外拓销会。那另外，我们4个市也会轮流举办针对有需求者的美国商品会等等这些。另外，当然我们4市也有共识，地方税收的部分，我们也会提供相关延缓缴纳以及分期缴纳。这个关税出现以后，我们政府今年、明年的税收可能都不会好。那如果说是从年度预算里面去拨出钱来做这些，不管是纾困或支持产业的事情，势必压缩到今年跟明年的预算，这是我们不乐见的。而超征税款是去年已经征到在手上的，但是是不是5000多亿全部要用光，我并没有这样讲。我觉得这个880亿也好，5000多亿也好，这个金额还是一个未定之数。因为各位知道说，依照川普的算法，他这个64%的这个逆差变成32% 的关税其实等于1年的关税要12兆台币。12兆台币的关税，各位看看，我们要用多少的纾困来弥补这个金额要很智慧的来运用。4市共同在产业的纾困以及就业环境的营造，再加上如果用税制来做补贴或是减免这方面的共识以外，更重要的，我们4市都是有一个想法。目前碰到台湾经济产业最大的困境，我们对外要一致的，让我们台湾去跟美国在谈判协调的机制上、应变上，我们会全力的支持，让我们的国人的凝聚力，展现我们对外的一致性。那对内除了我们4市努力以外，我们会跟中央、跟产业、跟人民站在一块，共同守护台湾未来每一个阶段所碰上的经济困顿。这也是我特别补充的。第二个，有关到底面对这些碰到挑战困难的产业，相重要，要明确、快速，该补助的跟补助了。我们还是要把企业的心声跟我们厂商目前的困境，要来反映给中央来了解。那当然，我们地方政府会想，假如我们政府一体的原则，我们可以怎么做？所以地方政府也会去给中央一些建议，这都是非常合理。不过我想，关税是中央的权限，所以最后一定还是中央政府会来定调如何来协助企业。只是在这过程中，地方政府除了关心追踪这个厂商实时的进度，像我们基隆也会继续的跟我们厂商开会，因为这到底是一个短期的震荡，还是一个长期的衰退，这个我们要来把它透过后续的情况来厘清。所以我想，地方政府理应关心，但是最后中央的权限，最起码站在我们的角色，我们还是会尊重。4位市长都非常关注美国高关税对地方中小企业及劳工生计影响。台北市长蒋万安拜访多位企业代表，听取意见。他说到，有手摇饮业者的一句话，让他感触良多。其中有一位，他是做手摇饮，他就特别提到，他在美国有160多家店，他就讲到他在美国开一家店。最快7个月，最慢大概1年6个月。然后他说，美国高关税政策宣布以后，他现4大
仓库3天内全部清空，而有6艘船正在海上漂，满满的货柜，他不知道要到港，马上被科关税，他怎么办？他讲得非常激动，也很焦虑，也听得出来他很彷徨，也非常无助。后来他在第2轮发言，他说他马上6点多要赶去机场，他要飞美国，但他只讲一句话，他说放下对立，人民最大，赶快救经济。4位市长齐聚，携手研拟因应方案，共同呼吁：面对国难当前，团结是唯一正道，唯有团结一心，才能共同应对。记者黄日升、陈淑平、翁玉俊台北报道。2025台北开斋节这个周末在大安森林公园热闹登场。今年首度设置的主题拍贴区出现排队人龙。台北市长蒋万安也亲自体验印尼、马来西亚最具历史的传统音乐甘梅朗古乐。蒋万安除了期许开斋节能一年比一年办得更加精彩，台北市政府也将持续打造台北市朝最佳穆斯林友善国际城市的目标迈进。3、2、1，起立！在台北市长蒋万安与印尼驻台北代表处代表等人共同启动下，2025台北开斋节活动在大安森林公园热闹登场。连续3年出席的蒋万安还到体验区与老师学习印尼历史最悠久的音乐甘美朗古乐。蒋万安表示，台北市政府除了举办开斋节与穆斯林朋友同乐外，更辅导100多间旅馆景点拿到穆斯林友善认证。台北市近2年也多次获得国际组织评比最有潜力穆斯林友善旅游目的地城市奖等肯定。未来将持续努力，打造台北成为最友善穆斯林城市。我们在2023年，我上任第1年，台北市就荣获世界评比最有潜力穆斯林旅游目的的城市。而在今年，台北市更获得美国缪斯创意大奖的金奖，也就是认为台北市我们举办的开斋节活动深受各界的肯定。那另一方面，我也要在这边谢谢我们所有穆斯林的朋友来到台北市，不分先来后到，不分族群你我，大家都是台北市这座城市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所以我们非常欢迎大家邀请家人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印尼驻台北经贸代表处代表非常肯定与感谢台北市政府对开斋节等活动的支持，抚慰印尼同胞的思乡情绪。未来也将继续与北市府合作，能在更多地方举办礼拜等穆斯林相关文化活动。我们感受到台湾如家人般的温暖，也看见许多印尼移工在开斋节的时候，带着年长者一同做礼拜，让人深深的感动。我们也将持续与台北市政府合作，争取未来能在更多地标举办这个礼拜，让更多穆斯林朋友共享盛举。除了舞台上精彩的中东传统舞蹈等表演外，超过30摊由穆斯林美食、风格服饰与特色商品组成的清真市集与甘美朗古乐等多元文化体验区人潮不断。草地同乐区同样吸引了不少穆斯林朋友高歌一曲或席地而坐野餐。今年观光传播局方面更发挥创意，在一旁设置主题拍贴区，搭配活动专属相框，吸引大批人潮排队参加，希望留下美好回忆。我们这次的开斋节呢，除了延续以往的精彩活动之外呢，今年比较特别的是有着重在文化体验的这个部分，像是刚刚市长也有去亲自体验这个甘美朗古的这个乐器。那另外呢，像看我们后面就是也有30多摊的市集，也邀请大家可以一起来体验。对，那最后呢，就在我们草地同乐区的地方呢，我们这次有新设了拍贴机，就是以我们开斋节的主题框为主，欢迎民众可以免费的拍贴，留下纪念。
观传局也与劳动力重建运用处合作，设置多元文化展区，以移工在台北、台北旅游日记及假日的变装3大主题，呈现移工丰富面貌与多元成果，让离乡背景的移工朋友在台北市也能感受多元包容、不分彼此的温馨与热情，成为台北市这座城市大家庭的一份子。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挑战第5座以及篮球联赛冠军的铭传国中男篮队，今年是第6年打进决赛，在12号晚间比赛中是表现出色，最终铭传男女篮球勇夺双料冠军。副市长邱佩玲当场颁发2万元的奖金。铭传国中男子篮球队第6年打进国中以及篮球联赛决赛，对上桃园自强国中。一开始双方你来我往，比数差距2分左右，实力相当。观众席上，铭传国中组成啦啦队阵容庞大，超过200人。比赛来到第3节，双方分数开始拉开，铭传小将稳扎稳打，最后在啦啦队强势加油声中，中场以69-52夺冠。铭传国中男篮队第6年拿下第5座冠军，也是3连霸。球场上加油团球员全都嗨翻天。3、2、1，男女中国！基隆市首度拿到乙级联赛男女双冠军。全程观赛的副市长邱佩玲当场发出2万元奖金，鼓励学生。第一次双冠军，而且女篮是23年以来从来再也没有过，男篮是持续的。基隆的资源非常少，人数也很少。刚才可以看到对手不断的换，我们没有办法，但是我们可以打这么好的成绩，基隆人真了不起。铭传男篮勇夺第5座冠军，女篮也首度夺冠，让政府教育处在推展体育项目士气大振。基隆市我们铭传国中体育班呢，其实一直都有招收男生跟女生。那大家一直只看到男篮的一个成绩，其实女篮在3年前也有进军前4强。那停了3年以后，其实一直没有起色。那自去年开始，我们的助理教练就是有女性的助理教练加入以后，那对这一群女同学们的篮球发展，感觉训练更扎实。在今年首度进入总决赛，一进入总决赛就夺得冠军的成绩。那搭配我们基隆女中也进行一个体育班，增加篮球专项的发展。那相信篮球这个专项不止男生，在女生的部分也可以有很好的一个成绩。铭传国中勇夺全国篮赛双冠军，也缔造了基隆篮坛史上最佳纪录。记者黄少明基隆报道。以上是今天的中嘉新闻周报，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是吴佩珊，我们下次再会。